一架全新嘅車，全車改色翻新成為一架新車出廠嘅效果係咩體驗呢？ AMG 嘅雙門跑車純電0到100只需要3.2秒。當時呢，客戶咧係想訂呢個橙色嘅，但係由於長期冇貨，所以訂咗個紅色。當時呢，改色嘅時候咧，有好多朋友建議佢係貼膜嘅，但係佢經過多方面考慮，都係中意噴出呢種有質感嘅效果。做全車翻新咧，好多人會覺得我哋維修廠噴出嚟嘅車達唔到出廠嘅效果。我哋幫佢做咗個勞斯萊斯標準嘅雙烤雙噴工藝。意思係點樣呢？就係將佢架車噴完之後，再用2000嘅砂紙輕輕磨過之後，再噴多2度瀝架上去，咁樣總共我去到4度半瀝架啦。咁成架車嘅質感啊，同埋抗滑痕度咧，係遠遠超出咗佢出廠時候嘅硬度同埋飽滿度。車主咧十分之擔心咧，我哋噴出嚟會有鴛鴦色，即係意思會漏紅。所以咧，我哋響眼見到嘅基本上都噴晒咗呢個橙紅色，特別呢啲咁嘅細節位。呢個 AMG 咧，其實好多地方係有間色嘅。一開始咧都擔心咧，我哋噴出嚟會有毛邊嘅效果，但係我哋而家成架車噴出嚟呢邊係非常之好嘅，有毛邊非常之靚嘅。